等等，呢條魚可能隱藏住你肉眼都睇唔到嘅塑膠成分。我哋一齊嚟深入睇睇。呢啲就係微塑膠粒，但係點解會出現喺呢條魚嘅體內呢？因為大量嘅塑膠品用過之後冇好好處理，而成為地球最大嘅污染。而其中部分嘅塑膠品會喺短時間之內分解或者係釋放肉眼都睇唔到嘅微塑膠粒。喺馬來西亞，每年使用大約90億個塑膠袋，包括垃圾袋，而其中用完之後冇妥善處理嘅都不知有幾多。一般上塑膠袋至少要20年，咁如果喺深海裏邊嘅，甚至要500年才能夠分解，所以對好多海洋動物同生態環境都造成咗不可磨滅嘅傷害。結果就有人發明咗 biodegradable 同埋 oxo-degradable 嘅塑膠袋，但係冇辦法完全分解，甚至被人以環保嘅名義濫用，產生咗更多嘅微塑膠。就連喺紐西蘭喺2022年發佈嘅研究顯示，深海魚當中至少有75%嘅體內都存有微塑膠。而且除咗魚、雞、牛、蔬菜、水果，甚至我哋每日飲用嘅水，都已經被檢驗出含有微塑膠。根據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嘅研究顯示，全球每個人每個星期至少攝入5 gram 嘅微塑膠粒，就等於一張信用卡嘅重量。而大馬人更係全球攝入量 No.1。根據世界多項研究發現，喺我哋嘅肺、肝、腎、血管、腸胃、腦裏邊，甚至係孕婦嘅胎盤、啱啱出世嘅 BB 體內，都揾得到微塑膠粒嘅痕跡。科學家普遍認為，堆積喺我哋體內嘅微塑膠粒係會為我哋人類嘅健康上帶嚟極大嘅衝擊，所以保護好環境，同一時候亦都保護好我哋自己同埋下一代。咁我哋應該點做好呢？咁其實我哋可以改用由本地品牌 Earthya 所研發嘅冇塑膠成分嘅塑膠袋。既然冇塑膠成分啦，當然唔叫做塑膠袋啦，而係稱佢為 compostable bag 可堆肥環保袋。Earthya compostable bag 係採用可堆肥原料製作，完全冇塑膠成分，因此分解後唔會有微塑膠粒，對環境唔會造成污染，反而對環境有幫助添。Earthya compostable bag 咧係得到美國、澳洲、歐洲以及本地嘅認證 ，confirm 對環境唔會造成任何嘅傷害。而 biodegradable 就係短時間之內分解，但係到最後依然係會成為微塑膠粒嘅。Earthya 絕對唔會有殘留，唔會有微塑膠粒，而且無毒，仲有權威嘅國際認證，仲可以成為植物嘅肥料，證明 Earthya 對地球一啲傷害都冇。既然生活上冇辦法避免使用塑膠袋，咁不如改用對地球冇害嘅 Earthya compostable bag 啦，自然就減少我哋同下一代再攝入微塑膠嘅可能性啦。